后来哦，伫这个保留了后，有一个旅游泡泡的国家会是倒一个呢？交通部长林佳龙来透露讲，新加坡正积极，若泰国搁较积极。部长讲，这个旅游泡泡会先来考虑到飞机飞行的时间伫个5点钟内的国家，同时嘛持续来推动着机场的智慧化，减少人工的作业。台北松山机场今仔日正式来启用着3E智慧化通关的系统，用单一身份来识别，完成着查验、通关甲登记的流程。好，谢谢，请进。谢谢。以往要出国出境，必须要透过航警的人工查验才能通关。不过现在只要靠一本护照，完全不用人工接触，就能够完成通关的手续。好，请将护照翻至相片页。摕护照系统验证通过了，就会使直接去后一关。松山机场的E化3部曲第一站就是透过 eCheck 进入关制区，刷落来到自动通关查验系统 eGate， 通过了护照就会有出境的记录，上尾才前往登机门。同款无需要人工查验，透过 eBoard 就会使完成登机手续。结合护照登记证面的辨识产生的单一身份证，伫登记了1点钟内就甲资料抬掉。疫情了减少接触机会，观光企图新模式发展出第一步。出国企图自别流开始，接落来阁是上有机会。当然，新加坡是非常积极，在疫后的观光都会比较是短程的，不会是太长程的旅游5个小时左右那这个都是我们认为比较这个容易来推动。有跟泰方接触了吗？双方面也都有接触，他们也非常积极。附近的亚洲国家，新加坡、泰国拢真积极，佚佗的时间点嘛是台湾人该佚佗的所在。自官方到民间拢开始动起来，积极来布局，想要甲市场抢落来。